就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内政部要甲全台湾的中正路改路名，老细风景表示，改路名企图雕像中央地方含在地有共识才来推动。桌球协会取消业余店 WTT 参赛资格，体育署长陈世忠要求秘书长爱回实例，而且说明原因。台北街中头有公车弄到这分隔岛含树仔，造成7个乘客受伤，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要来做这转型正义，内政部推动全台湾叫做中正路和经国路的这路名拢爱改名，引起讨论。内政部长刘世芳今日表示，改路名企图雕像若准有困难，中央地方和在地居民有共识了后，才来推动。台南市汤德庄大道路牌顶，会当看到加决号的原中正路。根据台南市民政局资料统计，台南市拢总有15条中正路，沿路的住户有12983户，差不多24328人。面对内政部有意搁推动全国中正路改名，市民是安尼想。会有影响，就不方便啊，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叫中正路了。阮的固定一只中正路固定啊，要改住所。市长是有时候以影响最小的区域，当然去了解一下他们住户的意愿。台北市士林区原来有中正路，若要改路名，爱建筑物所有权人1/5以上人数，意见调查嘛要有3/4以上同意，才经审议通过办理。桃园需要建物所有权人超过1/5人数办理意见调查，超过2/3同意才核定。道路改名，民众爱换身份证，包括门牌、房屋所有权证，也甲路牌，拢都爱改。赞成是可以改啦，因为他想去掉两蒋时代的那种，很多都是他们家的名字的。历史本来就是应该要留下一个痕迹，为什么要改？根据行政院统计资料，全台湾中正街路项，台南市41位，全台湾的冠军；高雄市32位，桃园市31位。统计全台湾拢总有311位。若是全台湾介绍街路项有29位，经过街路项是有9位。对于内政部要改名，台南市长吴伟铁表明不一定一概都爱改好，不过希望达成转型正义。台南市长罗秀燕讲中央劳民伤财，强烈反对。我只有一句话，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我再讲一遍，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如果有困扰的话，那大概就是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在地的居民能够有共识，我们再来推动。内政部长刘世芳讲，转型正义是人权问题，袂当讲有钱才做，无钱就卖做的态度。啊，不过安怎得到中央地方甲居民3方面的共识，恐惊爱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义，因为用这公务车送因兜冲不去美容昨暗4节路，这监委苏丽琼、林旭勇也互逼讲乱用公务车，监委王英忠也互逼讲呢，伊坐这公务车去剃头。监察院的副院长李鸿钧在近来开记者会回实例，也讲这个人呢，拢会送到纪律委员会处理。因为使用公务车在九华区冲不美容的风波，李俊义初一发声明宣布请辞。伊讲，苏当时一时考虑了无周至，才会来4甲7，辜负咱国民众对伊的愿望，也有影响监察院的名声。本人在这个地方，代表监察院，那跟社会大众，说声深深的抱歉。李俊义请辞要来互风波莫搁拖，不过监察院公务车公器私用的情形连续爆出来，除了当时了去互压出来的监委苏丽琼、林旭勇，也有监委王英忠，互逼出来伊坐公务车去剪头毛。监察院除了宣布启动调查，停止监委个人身份使用公务车，一直到这一届任期结束为止。嘛，甲拄则讲到的3个监委全部移送纪律委员会。有被揭露出来的3位，我们会先移送纪律委员会。那至于后面还有没有，那当然。我们也无从，我也没办法去确认。立法院司委会初二嘛邀请监察院列席质询，有关安怎落实青年政府的议题，不过无人代表出席，嘛无书面的文件。
那边拢认为讲落台归落台，不过应该追究的法律责任，要是爱面对。刑法上面嘛，那他可能有诈欺、侵占，等等的问题或背信。那在行政上面，他可能有一些惩戒或是弹劾的问题。监察院的这些御史大夫啊，会不会弹劾自家人呢？大家都在等着看嘛，是不是用同一个标准，还是只有监察院可以去弹劾其他公务员？秘书长那部分那个因为有这个北检已经分案来了解了哈。台北地检署已经立案调查，监察院内部的纪律委员会嘛同步展开。不过，从指出，过去就有几件公务人员利用公务车去用起诉，而且去用判刑的案件。监察院敢可会爆出其他的事件，要安怎来改善公务车使用的情形，各界拢真关注。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咱的倒球协会说是取消咱家己倒球选手叶伊点 WTT 美国大满贯的参赛资格，引起议论。这体育署长郑世忠今日就骂倒球协会限因一港时间来回应选手的需求，而且也要求这倒球协会秘书长叶国钦就要公开会失礼，甚至呼吁讲这明年改选的时阵会员就要见过。透早倒球名将中 DNA 爱豆倒球新兵车叶伊点，都伫中 DNA 球馆练球，欢迎宾捷动作到位。伊原本要报名参加 WTT 美国大满贯赛，却因为比赛甲亚洲青少年倒球锦标赛相碰，倒球协会希望伊参加亚青赛，取消伊参加大满贯赛的参赛资格。代志闹甲真大，中 DNA 老爸无愿意加讲，也毋过学生家长是看袂落去。应该是要为选手加油才对啊！这个事情我看是这样子的，因为选手本身练球每天都早出晚归。体育署署长郑世忠是批评倒球协会无愿意以选手为核心的思维，或者予倒协一日时间回应选手需求，也要求倒协秘书长叶国钦公开会失礼。若无要暂停倒协所有补助款，佮较点名副理事长杨正雄呼吁明年改选的时，会员爱慎重考虑要将协会交予什么人来处理。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协会，在政府耐心的提醒，依然不愿意接受以选手为核心这样的思维，依然不愿意认错，绝对不应该漠视选手的声音。也一点透早照常训练行程，针对事件无回应。伊的母亲表示，静态倒协的消息也发文感谢体育署小婷做选手背后的靠山。如果多协都一直没有道歉，你会很生气。就等他们的消息。记者打电话予中弟的母亲无回应，也打电话予叶国钦手机无接。杨正雄透过文字回应表示，准备开理事会，由参与选训会议的委员向理事报告代志的经过，听各方的意见。道协是发出声明，强调对各界批评指教会诚心检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今仔日温度是真悬真热，这拢有来到36度以上。气象署也提醒讲，对明仔载开始全台湾拢会落雨落几礼拜。另外，因为这太阳表面活动造成地球磁场的扰动明显，这气象署昨暗也发布强度顶级的珠波特报，预估会影响台湾51点钟，这通讯电力设施恐惊拢会受到影响。高温烧热的天气，拜一北部、东北部高温会来到36度以上，中部山区和南部地区下晡开始有可能会有阵雨，温度会略略降低，平均温度伫咧32度至33度之间。目前我们已经针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中部也有一些比较局部的地方有一些零星降雨发生的情形。对拜二开始受到风面影响，各地拢会熊熊闪雨，而且雨会来到足急足大的程度，气象师预估会一路落到拜六。明天晚上的时候，雨势依旧还是比较明显，尤其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或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至于在后面的天气的话，从礼拜3开始，因为还是受到滞留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的雨还是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所以说各地都还是比较容易下雨，尤其东半部的地区下雨的几率相对比西半部高。另外，气象师拜一也发布珠波特报，预估这波效应会持续51点钟，而且强度可能会达到强烈珠波的等级，到时会对台湾的电力设备造成真大影响。我们还是有直飞，像是美国一些城市的一个班机，这些飞机飞到高纬度的地方的时候，可能也是要留意这个高频无线电波通讯可能会受到干扰。目前
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调高我们通讯的频率。气象署提起珠无效应，这段时间可能会造成通信、导航、太空飞行设备出现偏差的状况，影响的范围真大。部分的保护装置可能需要进行电压的修正。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新冠疫情当咧滚假，疾管署预告讲，这高峰呢是伫咧6月底到7月初，而且会搁再延续一个月。外界也伫咧烦恼讲，这快筛试剂含抗病毒药物敢有够用呢？这卫福部下晡有召5大医术团体，大家开会讨论，主要是决定要增加快筛的产能，一礼拜会当增加4.5万剂，而且也要来鼓励到这基层诊所，大家到处疫苗体检，还搁开这抗病毒药物落实分级医疗。5日节连假结束，开工日第一日，病院的一日真侪挂号看病人。现在疫情又升温了，就怕说是不是又新冠了？会担心说这种疫情升温吗？我当然很担心啊！你看我口罩我都加一层。为了应应新冠疫情升悬，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医区也特别加开新冠特别门诊。医师表示，下到门诊才看诊半点钟，就已经有4、5个新冠快筛阳性确诊个案，而且唔那是有中者感染，也有少年人确诊。刚有一个年轻一点的个案，他是因为那个嗅觉跟味觉丧失的情况，他就觉得不对劲，他就有做这个快筛。面对疫情升悬，外界烦恼新冠家用快筛试剂加抗病毒药物，敢是准备充足？卫福部伫7日下昼邀集医术工会专联会等5大医术团体召开会议研商，决议希望鼓励基层诊所导入主疫苗体检加开立抗病毒药物，以落实分级就医，减少急诊塞车发生。这一方面是除了让民众能够更便利来就医跟打疫苗之外，也会有助于这个分流就医来减少可能未来在高峰期会希望能够预防这个所谓的急诊拥塞的发生。疾管署预告，这波疫情上高峰会落伫6月底到7月初，佮会延续到8月初，整体着病人数会达到171万人。目前也加速新冠家用快筛产能，一礼拜当出货4.5万剂。另外，基层诊所新冠等主疫苗处理费只有100块，无够成本。卫福部会向行政院争取财源投入。另外，也佮一摆提醒症状较轻的民众到诊所就医，将病院急诊留予中重症的患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刑事局和金管会合作，今日宣布抓到全台湾上界大虚拟货币商，涉嫌和诈骗集团交结洗钱。今年4、5月的时阵呢，有去敲全台湾45间门市，有查到虚拟币和现金8000多万，目前被告1000人报案。金管会也讲，这虚拟资产目前也是无法律来禁止讲袂当用现金交易，会要求工会呢修订自律规范来做防范。警察直接来到虚拟币生意人为伫高雄林雅的门市来搜查，这讲是全台湾上大有45间门市据点的虚拟货币商，涉嫌甲诈骗集团交结洗钱。刑事局分别伫4月甲5月联合16个县市警局发动全台大搜查，拘留有天道明背景的公司负责人、姓氏的10人甲侪名干部。每颗溢价都大约是8%，这也就是说呢。如果正常的投资人他并不会去这样的公司去购买，因为他是有溢价的情形，所以他去购买的人大部分只有2种，一种是被害人，然后一种就是洗钱的嫌犯。警方讲，这间虚拟货币商进前是合法业者，正伫金管会申请执照，用合法暗号非法方式，和诈骗集团先引诱被害人投资。结果要求到虚拟货币商门市用现金、用客观的介绍对外这个虚拟货币创钱。警方总共查到超过2134万的泰达币、比特币甲普通币，现金6049万外，也有2台高级的进口车。金管会讲，避免虚拟币商门市这比类的交易所，将这不法分子洗钱诈欺的工具，会要求中华民国虚拟通货商业同业工会6月7日进行研议修订自律规范，客户交易时应该采用会使追溯金流的方式。请工会转至所属会员，不得接受客户以现金进行虚拟资产交易，而应采以可留存金流轨迹的方式为之。那这个要纳入自律规范。刑事局强调，具体到案4的主嫌这12人，以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假造文书、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这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其中4的10人，这3个人经过士林地院裁定关押禁见核准，其他人以10万到50万块交保。据了解，已经有近1000人受害报案，也有3000多名的被伤客户可能是被害人，呼吁赶紧甲警方来联络。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着警方的统计，这食毒赛车防以上案件，顶年有267件，去年是要到2000件，也若今年前3个月也掠到1000多件，有7成拢无妨处罚。刑事局表示，讲是受到验到的量能，也有2个月举发期限的限制。定定是有这验到结果了后呢，煞来超过举发的期限，来向交通部建议讲，这修法延长举发期限。内底有客仔味嘛，手伫遐咧带你。雄雄做到拿检，驾驶情绪躁动，经过警方检查，超出轻毒品，佮怀疑伊是食毒赛车在检验当中。食毒赛车冲击治安，去年佮发生新北市员警被弄死亡。警方统计，勘测食毒赛车比以上为去年267件，去年暴增到1991件，佮创新高。今年前3个月已经有1789件，就算拢面临刑责，毋过超过7成无行政处罚。他行政法就有绑定说2个月的举发期间。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透过希望交通部来做修法，不要让说这个我们法定的障碍期间反而变成说他无法举发。受限要检的量能甲时间，警方承认大部分的检验结果拢伫2个月了后出来，早已经超过举发的时限，获毒犯免吊销。面对目前的困境，刑事局建议修法，按过緝毒的另外一个关卡，也有赌上依托米脂这类新兴的毒品。那这个新兴毒品，它几乎都是透过所谓的电子烟，我们没有办法说单纯看到电子烟，我们就做查扣，然后是做检验的动作。为查缉到举发，警方执法各层面拢有难题爱解决，学者提出建言，防毒毒品用喙烂快筛执法。酒驾你这个变容易看，大概酒味就出来了啊。毒驾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太出来啊。国外有一些就脱衣的快筛了，那这个政府也是要去努力的。这摆快筛检测，敢若对嫌犯的物件做相关的检验，所以学者建议有外国制评喙烂快筛，佮点出毒品问题根源，以原伫事前防治甲事后戒掉这毒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北市中山北路甲中道呢，有一台大都会客运去弄到这分隔岛咸洲啊，规个车头的玻璃是碎险险，造成7个乘客受伤。公车司机表示讲，伊迄个时阵呢，伊人是想其他的代志，也讲伊无疲劳驾驶。警方排除伊食酒，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慢车道一台公车愈开乃愈骑向一边，所来更加失去控制，直接开上分隔岛，弄到树仔了后，规台车才停落来。我坐在车上，突然砰砰砰砰砰砰，一片放声了。公车带来一个车头弄歹甲真严重，挡风玻璃拢破去，拖吊车来到现场拖走。代志发生伫7日中昼12点外，台北市中山北路5段这事故现场就伫个消防局检探分队外口，弄啊这大声，消防队员伫接报进前就赶来救援了。刚好我们的救灾车辆刚好去龙舟赛回来，那立即就挡在我们的车道上面，然后人员就立即投入救灾。车顶有10多人赶紧封锁散，有7个乘客受伤，更加有2个人面有流血。经过警方调查，排除公车司机有啉酒赛车。在想事情嘛，然后晃神一下，然后我看到的是已经到剩2公尺而已，要拉过来啊。应该也没有什么疲劳，干嘛？没有。造成事故这59岁司机，在职已经3年，无受伤的伊讲，当时想代志一时无注意，所属客运业者也系失礼，要搁进行辅导，派人去病院慰问伤者了后，也讲会负担医疗费用。本案的廖姓驾驶长体检资料尚无异常状况，前1周工作皆正常，会确实来检讨肇事原因，做好矫正预防措施。肇事的原因是归责在公车业者的行车事故，而且有人受伤的部分，我们依照规定还是会去做开罚，但是会等到我们确切的查证结果之后才会进行。这个行车事故加在乘客就医了后，就无要紧。经公运处也介入，要调查详细事故的原因了后，才决定是不是开发。记者综合报道。落雨天，雨一个来，视线变甲真歹，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提早出门，塞车就爱塞较慢的。讲到这高雄初2早起下大雨，唔若造成积水，落雨天视线真歹，也传出着车祸的这情形。伫咧大寮地区呢，就2件，其中一台是电脑出去弄到安全岛，规台车出来并车；那另外一站呢是去弄到路边的4台车，加在这2站拢是轻伤尔尔。
初二早起8点外，大寮区的方便二路车辆真多，一台驶对屏东方向的白色轿车，疑似因为落雨天路面积水触冷，规台车都安尼弄对安全岛内，路尾四连翘上天，并伫咧安全岛。另外，晚到时间伫大寮的拍铁街，有一台黑色轿车，疑似嘛是受到落雨影响，规台车驶对路边去，弄到4台车。上头前的这台白色轿车已经互弄入去边仔金州园区。林环局表示，两件事故拢总造成8台车受损，驾驶拢无接手，加在人拢敢若轻伤。详细肇事原因有待鉴定。林园分局提醒：近日天气不佳，驾驶人行车时应注意路面状况，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与适当车速，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那大寮车祸伫公山的德贵社区活动中心头前，水利局的污水工程当时施工单位暂时先将砍伫路边的铁棒刷走。这台黑色轿车原底要入去施工区的保养场，驾驶无细致，甲车驶入去窟窿底，加在人无啥要紧。经现场施工人员通报冈山分局到现场做笔录，还有联系吊车，已经将车辆吊起。所幸车辆驾驶人没有受伤。高雄气象站表示，初二暗时到初三之时，高雄也是有雨的天气。提醒民众，落雨天视线无好，无论骑车、驶车，拢爱速度放慢，确保行车安全。记者郭亚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过一节年假过后呢，这台股今仔日是开价走价，最后是落344点。咱来讲到汇市的部分，今仔日台票换美金是29.988块，落5.9分。落日节年假了后，头一天开盘，拜一股市开价走价，落势一直扩大。美国总统川普指控中国违反两国初步贸易协议，贸易紧张升温。拜一台股捌落破季线，差不多20971点，上场落344点，收伫21002点。其中宽达股台积电走势较软，到尾收伫946块，落21块。可能进入到下半年，面对到电子股第3季的这种旺季的一个情形，我自己个人认为，以现在目前状况看起来，旺季不旺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所以呢，面对这样子的几个压力，那反映在今天的台北股市上面，跌势就会相对比较重一些。看拜一各类股的指数，包括电子、半导体、水泥拢受乌，敢若航运、金融保险、加生机、医疗类股受红。若是汇市部分，台票兑换美金初二以29.9块开出，上悬29.87，上价30.036块，到尾收伫29.988块，落5.9分。央行罕见伫礼拜暗时发布新闻稿指出，发现有外资以投资国内证券的名义，预先汇入大额资金，放伫台票的存款小户，不过无实际投资，有伫套台票汇差顾虑。央行还是一直在持续观察，不会让秃鹰有趁水摸鱼赚汇差的机会。那当然少了一个变数，台币当然有可能就接下来比较稳定。外汇专家预测，目前新台票也伫29.8块至30.3块中央。未来爱看6月18上场的美国联准会所宣布的货币政策，这阵除非有重大突破，新台票恐惊会维持整理的势面。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劳动部表示，这放无薪假的事业单位，即届有20间827个人集中伫咧制造业。另外，劳动基金绩效也受到冲击，这1月到4月呢了1990亿，尤其是4月就了1348亿啊。劳动部表示，讲虽然5月市场比4月较好，不过这汇率变动真大，连带影响到收益。美国总统川普推出高关税政策，各界关心对着产业的影响。劳动部初二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显示有155间事业单位实施无薪假，人数超过2800人。其中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有20间，人数827人，主要集中伫制造业。有一间高企业公司因为产品主要是外销欧美，受到严重的冲击，头一摆实施无薪假。有一家是机械设备制造业，他通报了140人。那这家公司主要做的是减速机轮的齿轮，首次通报要实施减班休息。希望政府能够协助企业做税务的减免，比如说所得税或者是货物税的印花税的减免。对着无薪假，工商界希望政府会使伸出援手，甲企业斗3工渡过这难关，也是帮助劳工。不过，关税因素也冲击到劳动基金的投资绩效。
劳动部指出，劳动基金1月到4月投资绩效原本1月要赚2000亿，不过对2月开始连续3个月拢了钱，4个月算来大约了1990亿。金融市场都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跟美国关税贸易政策的影响，应该是说不是只有台股啦，科技类的包括台股或者是像费城半导体这指数，它的跌幅都比较大，都有超过双位数哈。劳动部讲，虽然金融市场甲4月比较已经起一寡起来，不过观察会期5月台票升达2块以上，变动真大，有个会对影响到国外收益的计算，而且影响也袂少。不过长期来看，汇率也是回归平均值。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药厂大正制药最近有公告，讲17种的药啊，对7月初开始要起10块到40块，这其中也包括着8宝灵感冒药啊，这也起价。新冠疫情相关，未少症状较轻的民众，拢会到药局买指示用药应对症状。日本有名的大厂大正制药发出公告，17种药品自7月初1开始，通路贩卖价会调降10至40块。是。所以它这波涨幅的话，大概我看大概就是7%到20%中间。那当然涨20%那个其实它是用量比较少的。那有些厂商你要维持市场的一个供应，可是要维持成本，那量少的话，有时候涨幅是大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台湾大正制药的调价通知，起价的主要原因是最近几年的原物料运输甲制作成本一直升悬。上底看的8宝灵、感冒粒、感冒定、感冒加无讲，至少糖浆拢第一，其中幅度较悬的分别是8宝灵感冒粒26包430块变做460块，胃肠药粒26包400块变做430块，还佫有眼用制药为200块调到240块。起号达到20%。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有压力吧，毕竟是开销啊，本来可以省一点钱啊，或涨价了就要多花一点钱啊。因为全部的物价都涨，所以基本上只要是消费性的东西，一定都是会要花更多的钱，无形中的负担。家庭伤鼻药一波一波起，还有今年初开第1枪，普拿疼服务系列、感冒加强定、木叶等等7款11种，起号大约5至6%。另外，保利达药酒也为去年80块调整到今年90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云林有在地机关接到民众တင်前讲无法度去登记考奥多牌牌，云林的监理站就表示讲，确实1个月以来名额拢已经满了，可能是和这毕业季含休热是有关系。另外，敢有可能是因为明年考这驾照变更较严的关系，这部分佫需要观察。车前轮压在线上。虽然是平常时的下道考照件数未少，计数比7个考生详细听解释，准备要落考。最近云林代表陆续接到民众တင်前，监理站真歹有约机车考照，都有人伫6月初2透早观点登伫网站，已经取不到7月初2的张厝。查点像是可能12点，也是有一天是有遇到刚好没有抢到的情况。我们本来是要报5月的，但5月没有抢到，所以才6月。对此，云林监理站表示，今年1到5月拢总有2000多人来监理站报名机车考照，目前一日开放34回。最近因为拄到毕业季瓦休热，目前1个月来全拢约满。多会区的台北市目前报名机车考照的状况，赶款前拥有。我们会在试行棒寒暑假的尖峰期间，我们会试行棒滚动式检讨，增加一些名额。监理站观察，最近因为考照的多数是介龄18岁用路人，敢是因为明年起考照制度加严，造成更较侪人来报考，也需要观察。根据公路局规划，3个月来会提出去机车考照比起，更较有鉴别度的新规划，明年起新制度会实施。先进国家他们是透过不断的回训、违规的记点、讲习，这些的措施来让民众就是长期间把这个交通法规变成是一个生活习惯。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呼吁，考照提升鉴别度之外，有关需要透过恢复安全讲习等配套制度，互用路人确实将交通法规甲安全意识落实到日常生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台南的市区有民间经营的停车场呢，1点钟的收费就要收超过100块。民意代表认为讲，安尼显是无合理的，应该爱比照公有停车场落去收钱，设春秋的时间，减少民众违规停车的情形。交通局表示讲，目前的法规呢，并无要求爱设春秋时间，这部分会搁再研究。
连假期间，观光景点有真侪人来台南行打，四界拢是车，地区停车需求有影大，停车位就真恶找。市议员林美玲指出，市区有侪民营停车场，每点钟收费超过100块，甚至连缓冲时间都无，造成有寡驾驶违停点路边，嘛唔愿停入去，形成交通乱象。在地人参游客拢反映安尼停车场无较优先。在中西区那边1个小时居然高达100多块钱，那我觉得太高了啦。那进去有没有？也没有说缓冲时间，说没有位置让我出来，有没有？就是不用钱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希望说可以跟这些停车场业者去进行沟通，希望可以给予5至10分钟的缓冲时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在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去出发的这个想法。目前像公有的海岸地下停车场，设有5分钟到半点钟的缓冲时间，通方便民众暂时停靠。不过，那民营停车场敢若显示也有车位，驾驶欢迎你去看，村新众富有。电动车通停，那违停计罚款1200块，无爱停要出来共款该纳停车费。民代认为不合理，建议市府要有统一营运时间的制度。民营停车场的部分因为法规的部分并无强制来规定讲一定要设定这个缓冲的时间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可能会造成一寡消费顶悬的一寡争议的问题交通局会来交法制处来共同来研究看有啥物方式当来做适当的管理。根据统计，全市目前合法登记所有的停车场有313个，其中有39个费率每点钟80块以上，内底甚至有超过18个是100至120块。费用的部分，交通局回应已经有要求爱用较大机来标示停车费用，甲时间是袂当用半点钟做标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最近有一个对中国东北来移民伫咧家己卖钱的，伊的故事白写讲，请人客卖甲讲台语，引起讨论。这支持和反对的人拢不止啊多。有台语团体是认为讲，台湾有8成的台语使用人口，安尼始做是分裂台湾社会，恐惊会互中国软空棒统战台湾。有学者表示讲，虽然台湾是尊重多元的国家，毋过咱也爱记哩保护咱家己的本土文化甲基建。最近伫咧家己有一间卖正路的店家，因为伫讲是白写讲头家是东北人，请卖讲台语读写，伫咧网络顶引起争议，这些民众嘛无共看法。大家会预设大家会讲国语嘛，或是 Mandarin 对吗？对啊，但就这样就是你不能去预设说大家都会讲闽南语。伫咧别人的所在做生意，你要求别人卖去讲伊的话，要来要求因来，就是讲你的规矩行，人会袂爽是因为这个店安尼。目前这个店家是暂时关店休困，不过头家伫咧网络顶有刊文章回应讲家己无歹意，说因为语句表达不够妥当引起误会，伊讲家己当伫拍拼学台语。店家厝边表示，因为这附近侪消费者拢较惯习用台语，所以嘛是鼓励头家学听学讲。咱伫台湾做生意，你就是台语、国语拢爱通，安尼大家较有法度做生意。我也是鼓励他学习，他也愿意学。针对卖讲台语这件代志，有不正做情绪性的讨论。台语政策推动人民认为，台湾有8成的台语使用人口，像安尼分裂台湾社会，造成对台语的反感，恐惊互中国通软棒统战台湾。有学者表示，语言和文化拢是建立主体认同真重要的一部分，认为咱身为台湾的主人，应当爱愈尊重。我感觉台湾社会是一个真尊重多元的社会，但是伊嘛是一个少少年的民主国家，所以民主的意义、多元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好，就是讲你是尊重多元到家己拢无去，还是讲尊重多元，但是你家己本身的主体性，你是有去保护的。台湾话讲入乡随俗，学者认为袂晓讲台湾的本土语言毋是罪过，这外国人拢是到台湾才开始学的。学者提醒讲，台湾虽然是尊重多元的国家，不过咱嘛爱会记得保护家己的本土文化和语言。记者卢尚如、郑俊尧、林慧婷台北家己报道。来看一阵意外，今下晡1点外，在阿里山公路发生一台箱仔车摔落去15米深的山溪坎。据搜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发现一个查甫人倒伫咧溪内面，已经失去性命健伤。送病院了后，有关救无回来。对这个画面，咱能看到讲，这白色的箱仔车伫咧溪内面，车体是规个严重变形。这站意外发生是伫台18线36.4公里的所在，驾驶真有可能是喷出去。互发现讲，伊倒伫咧溪仔内面，虽然有甲伊送病院，不过有关救无回来，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
来看花莲的吉安乡这南滨路1号昨暗有真侪牛伫咧车路顶头乱扫，警方随去管制，也有联络主人，也因为讲这顶牛已经毋是头一摆伫车路顶头咯，警方除了开罚单，也要求因的主人爱好好管理。大大细细牛伫车路西为避免弄着车，警方前后拢派人交通管制，主人是摕着高咧赶。为什么会有？不知道啊，为什么会有牛？我也不晓得。警察说不要太靠近。根据警方调查，这顶牛顶个月16日也行到车路，主人表示这牛会家己加长门的锁啊。警方迄时阵就要求主人爱加强管理，啊，不过这摆牛佫走出来会依法开罚。此行为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4条，本所将自当告发。同时在此呼吁，请勿让动物或宠物在路上奔走。若是故意行为，将会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1条。警方强调，已经要求主人改善铁门设施先进管理的责任。不过附近厝边是私下表示，主人也是用烟丝绑门，将烦恼牛只佫走出来设计，最后造成大祸。希望相关管理单位严去规范主人责任。公视新闻花莲报道。来看这条，这囡仔袂输是无惊半人共款。这高雄有2个国中生，甲这 U-Bike 的脚踏车对公园的楼梯顶摔落去。U-Bike 公司已经去报案，讲要追究迫害脚踏车的责任。学校表示讲有当咧查证，若准是因学校的学生，会通知家长照规定处罚，也会加强辅导甲教育。2个查甫囡仔从 U-Bike 直接对小港大白顶公园的楼梯顶悬甲摔落去，2台车都安尼摔甲乒乒乓乓。囡仔感觉好耍，佫录影片放去网络，有网友看到一段影片，甲转辑落来，讲技术是小港区某一间国中的囡仔。对此校方表示，正在积极查证当中，若确定是因的囡仔，会照相关规定处罚。我们就会第一个时间去了解他的真实的状况，然后联系家长、学生个别的辅导嘛，然后就是跟他们讲那一些法治教育的问题，在校外的一些异常行为会以妨碍校誉的方式去做惩处。这2台好囡仔当作佚佗米的 U-Bike， 其中1台是电扶车，亲像安尼正摔倒摔，就有可能会致使电池爆炸。画面内底2个囡仔完全唔知通惊，将危险当作趣味。U-Bike 公司讲将会追究相关责任。影片中的行为呢，除了已经违反我们的会员条款，那它也已经就是公然的处罚。那后续呢，我们会去检视这个车辆的一个毁损状况，然后来跟民众求偿。为本分局将依据影片之内容，主动联系 U-Bike 公司。询问是否提出回属告诉，依法侦办。U-Bike 公司讲，因为一套管理做法会当找出迫害者，也且大家爱惜物件，唔通超过于迫害，避免违法影响到别人的权益，也造成危险。记者柯家驻区朝阳高阳昌报道。来看彰化好比，因是这彰化关人口第3座乡镇，不过伫遮呢无火车也无高铁，敢若有3条的公车路线，真无方便。公所安生6月开始呢，咧提供幸福巴士，有固定的车班含提早主办的服务，这是彰化县第4个有幸福巴士的乡镇。庄内时段伫标定头前等公车，有人是要去看病，有的要去活动中心。好比镇是彰化人口第3座乡镇，但是镇内公共运输无利便，时段若要出门，就真伤脑筋。咱遮较庄脚吼，咱坐拢坐彰化客运的，足袂方便的，因为拢上久、上紧拢头1点钟久一班。正常时拢叫计程车啦。计程车若伫等的时间会甲咱加钱啊！即马若咱镇公所若有这吼，以后对咱里面较方便的。好比镇内无铁路，嘛敢若有3条公车路线，民众要坐车真无利便。镇公所表示，即阵人口老化对公共运输的需求大，好比定位6月份开始启动幸福巴士，方便民众去镇内买物件、看病等等的需求。长久以来，咱河美的交通呢，就是哪敢剩一个孤儿安尼共款吼，较偏管的遮个里内呢，咱遮个士大人若准备入去街仔内，要卫生所买菜，拢非常的无方便吼。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才会申请幸福巴士。有申请的是竹塘乡、永靖乡、西周乡，还有和美镇4个乡镇，有包含固定
班次以及预约服务，总共有10条路线。中华公车因为营运甲车无司机等等的原因，一直咧调整减少车帮路线。住较市外的时段甲学生，若要出门就真无方便。中华监理站表示，中华县26个乡镇市，目前有4个乡镇有幸福巴士，埔心乡甲大川乡嘛当咧筹备。公路局也积极推动辅导乡镇申请，目标是希望各乡镇拢有幸福巴士通坐。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为了要互囡仔对这火车头有较深的了解，台湾博物馆举办来去车站探索建筑的展览，现场也准备这台语自动音乐剧。台博馆希望透过演出，互囡仔表达车头伫因心目中的意义。那讲到车头，代替便当是济台湾人的记忆，不管年会是倒一样的，拢真介意。我最喜欢吃台铁便当，因为它里面那个猪排很好吃。我爱吃到就是爸爸妈妈会觉得我吃太多了。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除了便当，真侪歌曲拢会唱到车头。有当时车头是离别的所在，有当时车头是重逢的所在。才也有济庄脚囡仔去都市拍拼的记忆，也有父母对囡仔的期待和毋望。你是有啥物代志？咧哭咧？我是因为儿子要去当兵，舍不得他吃苦。这是台湾博物馆专工替囡仔打造的展览，透过各种的游戏，互囡仔了解车头的建筑和历史。当中还有一个关卡，互囡仔家己去设计火车头。算游戏的过程真趣味，有的囡仔感觉变数坐紧较重要，有的囡仔感觉收票站较重要，开当趁钱。这互文化部长李旺感觉这个囡仔足趣味、足古锥的。小时候去车站会觉得很快乐，是因为他要去玩；到了中年的时候去车站，就会有一种生离死别，像刚刚有个演的戏里面，那个妈妈在哭，因为她的孩子要去当兵了。到了有一天，你们像我这样年龄的时候，你会在车站里面充满了回忆。文化部长表示，这月底台湾上新的博物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就要正式开幕啊！展区有展出消息40档的拿皮柴油客车，也有各种的铁基路古物。文化部鼓励囡仔会当加利用文化币，加去艺文场所行行咧，接受文化培养技术的素养。记者陈选林巧凯台北报道。日本逐年拢会举办东京骄傲这冬季游行，今年是第14年啊。台湾的冬季团体呢，今年用玉山做主题设计游行的火车，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台电8名无共设计元素的服装，有台湾山水的图样，也有以彩轻色水等等做主视觉的服装。这是台湾服装设计师王丽玲为同性伴侣、时代人、身体障碍，也有 queer 等等设计的清册。今年台湾是第5年要去日本参加东京骄傲节和冬季游行，希望透过服装，让世界看到台湾冬季的多元日常。油水的颜色，那它刚好有这种彩虹、五彩炫光的彩虹的质感，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做这一次的东京游行的主题，然后也是他们也可以穿的。另外，今年游行的台湾火车要以玉山做主要视觉，搭配半导体晶片的塑条来代表台湾的民主韧性。日本的东京骄傲是亚洲上大规模的 LGBTQ+ 的活动之一，办到今年已经第14档。原来台湾自2019年开始，同性伴侣会当结婚，是亚洲第1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但是 NGO 团体除了参加游行，嘛要去分享台湾9年来推动性别平权、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有爱滋病防治的经验。即马同婚6周年，啊，毋过嘛是阁有一寡无平等的所在，啊，社会上嘛是阁有人对于同志啊是跨性别无啥了解，所以讲这个教育的工作还是不能够停，嘿，啊，我感觉真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咱今仔日有部分的成果，依靠的都是不断的深化。人跟人之间互相尊重，利用这个人的互相尊重，让我们的艾滋防治的这个部分能够更加的顺畅，更加成功。如果大家抱着歧视的心态，歧视同志啦，歧视有多元性别的人啦，那这样的话，这个病就会被掩盖起来。
今年东京共5节要办伫咧6月初7和初82天，活动有包括艺术展、联欢会议和游行等等。代表台湾队要去的 NGO 团体，望除了关注世界各国的同志人权，嘛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希望用理解来打破偏见，继续深化性别平权。记者卢昌祖、郑准尧台北报道。罗西亚和乌克兰特别伫咧土耳其谈判，想要到这乌克兰切因呢，出动上百架无人机去攻击罗西亚境内空军基地，毁掉真侪正重要军事设施，也个战机。因为总统泽伦斯基就讲，这任务真成功。那德国国防部长是搁再警告讲，罗西亚伫未来4年内将有可能会攻击北约国家。无人机轰轰叫的声音一直弹，随爆炸声响起，后壁贝拉亚空军基地庆祝乌烟。乌克兰采发动大号地杜邦的攻击行动，117架无人机对罗西亚本土5个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上远到离乌克兰前线4000多公里外的西比利亚甲远东地区。乌克兰方面讲，炸掉41架的罗西亚战机，包含这个主力战略轰炸机。演炸核导弹的 TU-95，也有 TU-22M， 另外有 A-50无人机，总计达超过70亿美金。Вражено 34% стратегічних носіїв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 Основна, найбільш активна частина російської стратегічної авіації компонента. 第六网行动是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安全局局长马列克亲身监督，筹划1年半，演讲是木马屠城。乌克兰情报机构加载有炸油的无人机走私入去罗西亚，藏伫个查济的病厝厝顶，煞来装上卡车，送到各空军基地周边，再搁对远的所在来控制病厝的厝顶，改掀开，互无人机飞出来发动一波的技术。执行任务的乌克兰人员藏伫个罗西亚3个无港市区，攻击前一天已經全數平安來撤離。Я думаю, це дуже вплине, але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що це з одного боку це може привести їх до тями. 亚帝国国防部长布鲁尔早伫去年初就开始警告，罗西亚可能伫未来几年来攻击北约。伊最近伫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佮再讲到对罗西亚的烦恼，并且呼吁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伊讲罗西亚正伫大规模扩充兵力，每年生产1500台主战坦克车加真侪炮弹，唔但用伫乌克兰战场，也伫拄准阵边，可能伫未来4年内对波罗的海国家发动攻击，点名为伫波兰、立陶宛、白罗西亚加俄方交界索瓦基险要的山口，就是北约防线重大挑战。广视新闻施会长编译。波兰总统大选伫初一进行第2轮的投票，本地民调显示代表执政党的亲欧派候选人会赢对手一寡寡。不过，这波兰选委会公布结果却是来变盘，在亚保守党的候选人纳夫罗茨基也是赢对手一寡寡当选总统。这选举的结果也显示讲，波兰未来可能会走向民主主义，现任总理的民主改革政策会当着挑战。挑战总统大位的右派法律正义党在亚定亚候选人纳夫罗茨基向支持者一手抵意。虽然伫第一波出口民调收获到输予对手，也就是代表执政党的亲欧派候选人佐萨斯科斯基，不过纳夫罗茨基也是真有信心地发声。Nie traćmy nadziei na tą noc, moi kochani. My naprawdę wygramy w nocy te wybory. Ta różnica jest tak mała, tak minimalna. 波兰总统大选初一进行第2轮投票，代表执政中间派公民联盟的华沙市长佐萨斯科斯基，伫进前知影伊普所的出口民调结果，险赢对手纳夫罗茨基，伊就家己宣布当选总统。当时支持者真欢喜，讲选举结果互波兰走掉民主价值，不过计票结果煞大变化，原因是双方得票率一直真活。Our predictions are too close to call. But I feel that we will win. I'm perfectly sure that we will win. Look at the polls during the whole elections. It was a difference that Trzaskowski was declining and Nawrocki was
climbing up. 42岁的纳夫罗茨基是历史学者，伊嘛是非专职木姓股选手。选举前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伊承诺施政方针会以波兰本国人优先，嘛同意支持乌克兰，不过反对波兰加入北约，避免挑战罗西亚。同时支持波兰甲欧盟保持一定的距离。外界预测，伊会照现任总统杜达反制总理施政的路线，包括组织积极运作民主改革的总理图斯克所发起的亲欧政策。这届选举结果会互人当作对图斯克施政公道，也为在野的法律正义党对摕到2027年的国会大选增加真大的信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西非国家奈及利亚顶礼拜落大雨，地区因的水坝规个放弃，造成严重水灾。目前累计已经超过200人死亡啊！咱若讲到这沙乌地阿拉伯，这礼拜暗算会有100多万个穆斯林去到麦加朝圣，当地气温已经超过40度。咱若当地政府为着避免这朝圣者受到的伤害，已经有做好相关的准备。奈及利亚尼日州莫夸镇的居民顶礼拜四透早本来是干那要出门买菜，却发现连市场在内规个城镇拢经被大水淹去。真侪人干那徛伫大水淹袂到的所在伫等，有人是讲家己真侪亲人不幸去大水冲去。So kuma gidajen mu gaba ɗaya ruwa ya wanke shi gaskiya. Yawa gidajen ruwa ya wanke gaba ɗaya. Nan da nake ma ɗakin da nake kwana ne. So ba mu da komai yanzu komai ya wuce gaba ɗaya. Da matana duka da 'yan uwana duka da yara da ƙannina da mamana duka duk ba mu gan su ba so ruwa ya wuce da su。这届大水造成至少200人死亡，几多千人无家可归。当地建筑甲桥差不多全毁，相关当局出动重机具，搜救行动持续到6月初1。当局评估，目前发现生还者机会已经真少，嘛已经宣布停止搜救。奈及利亚即马是雨季，部分地区预防大水的设施无够完善，这段期间较受冲击。当地人是讲，城镇边的一个土堆本来当挡前几礼拜累积的雨量，不过顶礼拜搁再落大水雨的时阵，暗讲塌去，才会冲破风线，造成严重的损失。We lost everything, the families. We don't even have anywhere again to go to. 外看沙烏地阿拉伯，根据伊斯兰历，麦加朝圣活动拜三特别展开，官方预测会有至少100万全球来穆斯林会到现场。不过麦加是伫沙漠当中，热天早多开始，温度已经超过摄氏40度，去年高温捌超过摄氏51度，造成1300人死伫甲热有关的伤害。有去年惨痛的教训，当局表示今年袂过互这种的代志发生。We increased the shaded areas and walkways by more than 50,000 square meters, and also we established more than 400 water cooling units. 另外，当局嘛伫路的增设几多千台水雾机，佮增加现场的救护人员，互民众会当安心完成这段重要的朝圣之旅。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英国的新创企业瑞德航太公司结合着台湾的台泥能源科技等合作谈判，所研发的电动小型无人机 VX4， 伫咧英国时间5月27头一届用1点钟超过190公里的速度伫咧飞。除了有一名驾驶，阁有当载4个人，业者希望讲未来会当发展出空中的计程车。伫这座小型机场的跑道头就定位了后，为 X4 可电动摩打驱动，拢总有8座普罗佩拉伫跑道上进行底场起飞。这座伫英格兰西南部的科斯沃的起飞，是头一摆伫开放空域进行。We've actually done vertical takeoff, cruising at around 30 knots, 30 feet, and vertical landing. We've then done a conventional takeoff and landing, flying at 120 miles an hour. The next step is joining them together, where we take off, accelerate beyond the 30 knots up to 70 when the wing takes over, and then slow down and land. VX4 的设计构想并不是完全的新观念，目前已经使用的美军 MV-22去英式运输机，就是以直升机的方式起降，成功了后，其实向头前转90度，以传统方式飞行，降落的时阵，其实向后壁反转90度，以直升机的方式降落。也毋过 MV-22为起飞到实际操作，拢是因为所谓的宽型莴船的问题，一直发生降落地甚至摔落的事故。VX4 的8座普罗佩拉中，前4组伫飞行的时会当转向头前，带动飞行机加速，后4组时保持向顶面
因以直升机的方式继续提供飞行，需要有的浮力。业者指出，规个测绘过程拢伫英国民航局的严毒监督来进行，收集超过3万组的资料，提供后续分析。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已经设定目标，要让这类强调零碳排的无污染的空中机动车，伫2028年正式上路升空，解决过大城市甲机场之间的交通脱掉问题。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基隆台北汤圆新竹对25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3度到30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